新竹縣寶山鄉的腳踏車道工程目前正在裝電氣設備，不過市工廠商最近發現有46支電氣條的電纜線和插頭偷提去，經過清查，這損失是大約100萬，目前已經向警方報案。這個都被剪掉了。對，都被剪掉了。甲電火條下開掛開開，內底的電線攏已經互人加斷，連電源供應器、變壓器這些設備攏已經無去。經過清查，攏總有46支電火條的電線相關設備互人偷提去，初步估計損失大約100萬。損失將近100萬。那這個是單純的損失，那還沒有計入我們未來要回裝，我們要裝回的這樣的一個維修的一個費用跟機具人力各項的一個費用，這樣的一個行為非常不好，而且我們影響了我們民眾這個未來這一個騎腳踏車的一個安全。這是新竹縣寶山鄉的腳踏車車道，最近車道當咧牽電火，增加照明設備，結果廠商也佮咧施工，半暝就拄到賊仔來加斷電纜，偷提零件，目前已經通報警方處理。目前已掌握特定對象，將積極查緝到案，釐清案情，依法就辦，同時持續加強巡邏，防治不法。本分局呼籲民眾務必提高防竊意識，如遇可疑人事物，請及時通報警方。寶山鄉公所指出，因為現場無監視器，煩惱若是隨閣提新的電線佮了來，恐驚會有閣再着插頭的風險，所以打算先增加電壓了後，才會施工，確保設備的安全，也強化民眾來遮騎鐵馬的安全。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